根據 CP24 報導，有關年青人心理健康呢單嘢真係要正視下。McMaster 大學最新一份研究報告指，安省青少年嘅心理壓力 psychological distress 喺過去呢10年竟然翻咗近3倍，情況相當令人擔憂。以下係呢份報告嘅幾個重點：懶人包10年數據，心理健康插水式轉差。研究追蹤咗安省35000名7至12年級嘅學生，發現患有焦慮同抑鬱症狀嘅比例由2013年嘅 10.7% 急升到2023年嘅 27.4%。換句話講，10年前大約10個入面先有1個有問題，而家差唔多每4個學生就有1個唔係幾掂。大麻與心理健康嘅惡性循環。研究員 Andre McDonald 指出，呢種心理壓力同頻繁吸食大麻有極大關聯。數據顯示，每年吸食大麻超過40次嘅後生仔，心理壓力高出 18%。借藥消愁，近半數吸食大麻嘅青少年表示，佢哋係想靠大麻嚟應付心理問題，但實際上呢啲心理需求一直都未得到真正解決。女仔情況更嚴重，呢種關聯喺女仔身上特別明顯。佢哋感受到嘅心理壓力同大麻影響比男仔仲大。點解會咁？雖然研究無直接量化所有因素，但 McDonald 認為呢啲壓力係嚟自多方面嘅。疫情後遺症 COVID-19 帶嚟嘅社交斷層、經濟壓力、屋企同社會環境嘅不穩定、社交壓力，呢代青少年面對嘅網絡同社會環境比以前複雜得多。專家嘅叮囑，McDonald 提醒，青少年嘅大腦仲發育緊，係一個非常脆弱嘅階段。佢建議盡量延遲，越遲接觸大麻越好，唔好喺腦部發育期間過度依賴。政策介入，政府應該要控制大麻嘅濃度，同埋加強預防教育，防止後生仔吸得太頻密。佢哋係用大麻嚟應付心理問題，但其實治標唔治本。呢句說話真係好值得大家反思。呢個唔單止係個別青少年嘅問題，而係一個社會系統性嘅警號。10年內心理壓力翻咗3倍，反映出我哋嘅社會支持網出現咗嚴重漏洞。點解會爆發式上升？自我藥療 self-medicating 嘅誤區，好多後生仔女唔係因為貪玩而食大麻，而係因為佢哋覺得痛，但又游唔到出口，所以先將大麻當成止痛藥。呢種行為反映出專業心理諮詢服務嘅門檻太高，或者排隊太耐，社會環境嘅完美風暴。安省呢10年的房價、物價飛漲，加上疫情期間社交中斷，年輕人對未來嘅希望感降低。當佢哋睇到努力未必有回報，心理防線自然容易崩潰。社交媒體的焦慮放大器。2013年到2023年，正係社交媒體滲透率最高嘅10年。同輩壓力 peer pressure 由以前嘅學校範圍擴大到24小時無間斷嘅網上展示，令年輕人更易產生自我懷疑。如何在心理上幫助安省年輕人？幫助佢哋需要家長、學校同政府3方配合，唔可以只係叫佢哋堅強啲。建立大麻不等於減壓嘅正確認知，與其單純嚇佢哋大麻有害，不如教佢哋點樣去處理情緒。要令佢哋明白大麻會短暫麻痹神經，但長期會改變大腦發育，令焦慮感喺藥力過後更嚴重。降低心理諮詢的門檻 ，low barrier support。安省政府應該撥更多款項喺學校增設心理輔導員。而家好多學校一個輔導員要對幾百個學生，根本做唔到深度支援。匿名熱線與網上諮詢，年輕人通常怕尷尬，推廣更多好似 Kids Help Phone 呢類匿名文字形式嘅諮詢，對佢哋更受落。教導數位排毒與自我關懷，減少同輩比較。家長同老師可以引導年輕人建立離線生活嘅興趣，減低對網上點讚、likes 同社交媒體完美形象嘅依賴。情緒命名，教年輕人點樣用文字描述自己嘅感受。當一個感覺可以被命名，例如我而家覺得好有無力感，佢就比較容易被管理。建立健康嘅減壓渠道，
運動與社交活動。安省有好多自然資源，鼓勵多啲戶外活動。運動產生嘅多巴胺係天然無害，而且對大腦發育有正面幫助。總結，我哋唔可以怪年輕人脆弱，而係要問我哋提供咗一個點樣嘅環境俾佢哋成長，幫助佢哋。第一步係不帶審判地去聆聽 ，listen without judgment， 都係嗰句，俾多啲時間同我哋嘅年輕人溝通，睇下佢哋有啲咩需要。有時候好簡單一句問候，一個體諒嘅眼神，已經可以幫到佢哋好多啲。多謝收睇，請點讚、留言同關注，下次見。